明有想做嘅事，但你就不斷拖延。喺煉金術師入邊，代表懶惰嘅人造人最中意講一句好麻煩。佢唔想喐，唔想諗，只要可以少做一步，就絕對唔會多行半步。懶惰往往唔係能力嘅缺失，而係你刻意停喺原地。好似佛學講嘅昏沉，人仲喺度，但個心就好似跌落咗一層濃霧入邊，半醒半睡，乜都睇得見，但又乜都提唔起勁。現實入邊我哋好多時都係咁嘅，腦入邊其實有方向，有想做嘅事，想學嘅一門新技能，想改一啲舊嘅習慣，但一諗到要花力氣，一諗到可能會失敗，可能會出醜，於是你同自己講遲啲先啦。呢一種反覆嘅拖延本來就係懶惰嘅形狀。喺鋼鍊入邊，愛德華同阿爾喺挫敗同埋創傷之間反覆起跌，但係佢哋清楚知道，與其俾懶惰同埋逃避拖住，不如承認痛苦，承擔後果，然後一步步行落去。呢一種對自己命運負責嘅態度，唔再將人生交俾好麻煩呢幾隻字決定就已經係對懶惰最有力嘅反抗。